特朗普2.0来的时候，提高覆盖率100和40%的税率，那对中国的贸易影响会巨大的。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就会很容易的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高科技的含量就变得日益重要。在2023年初的时候，全球产业政策也就是大概是50个左右，1年左右一下子会增长到1500个全球产业，全世界都在小院高墙，这个世界就彻底的碎片化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第一个就是立足国内消费，第二个就是坚持把中国的制造业做好，第三个就是绿色转型。感谢博明的邀请啊，博明给我出的题目就是命题，就是在未来的布局，是吧？我想讲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特朗普的2.0的冲击，我觉得这个大家很关心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不仅仅是他的2.0，在这个之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冲击进一步加大一个不仅我们今天是进入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国家的应对呢，是用结构转型，基本理念就是你外面不确定性再大，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么通过结构转型呢来应对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所以第一个呢，特朗普2.0先看这个1.0，这个1.0呢还是可以，就是对美国经济其实也不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00亿的这个关税基本上被消费者承担了，所以也增长了0.3到0.4个美国的通胀，也是提高了美国的生产者的价值，美国经济也有点拖缓等等。那么对全球经济看来也是很大，对中国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回头看的话，第一个是对中国的贸易总量性的冲击，因为这个关税的原因，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放缓。第二个是对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结构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关税的影响，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增加了，反而是科技产品减少了，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制裁制约等等的原因。而且呢，这个产能转移，产能移出去，那么最后资本市场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中国整体从18年贸易战到今天，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量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大概维持在5000亿美元左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是下降的，理解这里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嘛，它的进口是不断扩大的，不断扩大的成分被这个东盟等等其他的墨西哥等等其他国家占有了，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继续多元化，这个黄的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这个是对亚洲，这个是对东盟的出口额和对这个欧洲的出口额，大家可以看到是，特别是18年以后是持续大幅上升。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对东盟的出口从3000亿美金现在走到5000亿美金，对欧洲的出口大概从2800亿美金这个走到5000亿美金。所以中国现在出口的大头是3足鼎立，美国5000亿，欧洲5000亿，东盟5000亿，就变成这样一个格局了。所以这个多元化的话呢，其实也帮助我们的经济和这个贸易结构的发展呢，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贸易战来的时候，对市场是有影响的。用 SP 和这个深沪300，这个相对可比性强一些。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贸易战打的话，中国的股市跌得很厉害的，美国的股市也在低位，还是在跌的。所以不确定性对市场对经济都是影响特别大的，所以对股市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特朗普2.0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对中国的影响，这是肯定。就在现有的20%的税率，覆盖率70%，提高覆盖率100和40%的税率，那对中国的贸易影响会巨大的。它会产生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当然也会产生资本流动的影响。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货膨胀、高利率、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它一方面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它的关税等等的政策拉住美国经济下滑，这个都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来用模型来计算，因为不知道它这个政策怎么出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所以2.0的贸易战呢，
这个对中国影响我们估计也是会很大。先不说60%，就是按现在说法加20%，再加上覆盖率100%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整个的结构影响会相当大。所以中国的出口历来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现在面临巨大的调整，结构的调整，出口地区的调整。因为美国是大市场，那么整体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的调整，这个一系列都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做一张表，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把它分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技术的相对密集型的。如果是40%的话呢，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就会很容易的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所以这一块的技术的含量、高科技的含量就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出口相当部分是中间产品。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中国中间产品的依赖度很高，中国怎么样利用这个产品把这一块扛住？所以，如果这一块扛不住的话，转移的话呢，这就会比较困难。贸易更大的是全球的分裂，西方国家的团体和新兴国家全球南方的贸易，特别是和中国的贸易是下降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减少的，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是减少的，中国对韩国的出口是减少的，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减少，贸易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分裂。特朗普的政策会进一步的给全球经济造成分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贸易都在各自的阵营里进行的话，世界不再有相互的交流的话，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生产率的减少，不是一个简单的利润和效率的这个降低。这是个政治问题，世界形成2个阵营，从贸易开始逐渐走向惊人，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未来。在2023年初的时候，全球产业政策也就是大概是50个左右，1年左右一下子会增长到1500个全球产业，全世界都在做产业政策，这就是什么？全世界都在小院高墙，这个世界就彻底的碎片化了。所以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很有意思，出了2024年的全球风险报告，未来10项最大的全球风险没有一项是经济。这个世界是真的变了，特别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总认为我们活在一个经济学的世界里，用经济学的理念考虑问题，其实不是，它甚至远远超过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巨大的地缘政治、巨大的分裂的时代，所以这个是理解今天世界，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现在在做的，我观察到，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走的是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增长动力。所以这个新的增长动力，第一个就是立足国内消费，第二个就是坚持把中国的制造业做好，做高科技，使它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来赢对这个贸易战。第三个就是绿色转型，继续通过绿色转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且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这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消费，我们的消费在2000年的时候还占到了 GDP 的63%、64%的比重，那么现在只有17%，这个比重是低的。所以当我们想讲中国未来要国内市场为主，消费为主，我们讲的是要发展服务业消费，我们要讲的是发展性消费，这个空间是巨大的。当然由此会带来一轮完全新的改革，因为服务业的开放必须进行什么改革？必须开放，必须下河改革。第二个就是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3.3%，是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前20年我们把制造业做成全世界最便宜的，后20年我们把它做成又便宜又好，未来20年要把它做成高科技，就是又便宜又好还是高科技，中国经济就站住了。所以对制造业的投资，大家可以看出，从2017年开始，占整个投资的比重从30%，最近涨到了46%、47%左右。所以我们在制造业的数字化上面其实走得很快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第三个就是碳达峰，碳达峰对中国的意义是巨大的。
这个决定做到现在，应该说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光电起来了，风电现在2毛1到2毛5，3年左右降到2毛，风电起来了。中国的装机容量全球已经领先，没有问题。氯氢，中国现在的成本是3.5美元，大概1公斤，氯氢能降到2.5美元，那么中国氯氢的产业链就起来了。核电，我们规划在未来再建260座核电，所以这个核电的比重会上升，这个核电的运行也很好。所以把所有的这个未来来看呢，第一个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贸易战。那么面对不确定性呢，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强。所以消费、服务消费、制造业、碳中和，那都是有巨大的机会的。未来一定是一个充满动荡和这个结构变化巨大的时代，机会一定是也同样巨大的存在。好，谢谢大家。